从下营区公所坐G11号，G11号，坐到西港前方，西港国中比较北边，西港我们比较靠近西港建安宫。对，过到西港站72块了，票价72块。你可以坐到台南2中了，台南火车站会停靠。台南火车站的南站有停靠。海寮、管寮都有停。安南医院也有停，安南医院。下营区公所那边坐G11号车就可以到台南。那个叫安南医院，安南区的安南医院。这样价格多少？下营到145，全票145。到安南医院比较近呢。到安南医院还没有到北安路了。还没有到北安路。到安南医院还没有到北安路，选那个和顺，114块，全票114块。安南医院附近的东边有台湾历史馆呢，台湾历史博物馆呢，在下营区公所那边坐到，安南医院的东边那个历史博物馆，台湾历史博物馆，100多块钱，100多块钱。